原来，看咱国防部过去24点钟就侦测到13座强机、7座强舰伫咧台海附近活动。24点，中国阁发射运载火箭飞过咱的防空识别区，关岛是伫咧大气层外口，对台湾无危害。强军继续咧交代，咱国防部一日查到13架强机，7架强舰伫台海周边活动，其中12架强机超过海峡中线。而且透早12点07分，个整合中国发射运载火箭，飞行路线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，关岛伫大气层外口，对台湾地区无危害。国军2号暗时也整合中国2粒空飘气球，由西向东通过台湾中部东部。气象数据能够使我们的射击精度达到更好。不同天候都会影响到弹道的精密度。有兵分析，强军会想要伫无同款的天气放空飘气球，收集各种气象数据，来强化战时射击精度。加上将风机卫星部署卫星，建议国军强化建立卫星监测甲反干扰相关系统反制。海马斯多管火箭是美方军售台湾其中一项防卫武器，尤其伫美国顶礼拜宣布对台军售限，也包含增加海马斯。不过中国了后就宣布制裁部分美国国防企业，想要强化打压台湾。美国国务院上新回应，强烈反对北京的做法，佮强调军售是为强化台湾的自我防卫，呼吁北京应该跟台湾展开有意义的对话。希望的是做到这种寒蝉效应，但是就目前的国际的氛围来看的话，它连在他连在制裁台湾人或者是在抓捕台湾人的上面的话，可能都没有其他国家都不愿意去配合。应对中国军事施压，林英又认为台湾除了自制武器装备，也一定爱向外买武器。那台美应强化合作，和部分军售相关物品伫台湾生产组装，应该应够较紧建立台湾的防卫量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